透过国民党的消息来看，民进党拜三正式提名副总统赖清德代表参选这个2024年的总统。赖清德的海外这后援会启动，新来台湾自由会昨日本正式的成立，包括前民进党的主席杜英泰、甲前立委姚文智、甲几摆台侨拢出席受听。赖清德将伫明仔载要登去台南的后头厝出席这个国内新来自由会头一场的成立大会，爱亲身授旗，这代表开启选战的模式。我们要加紧各个新来台湾自由会横向的联系，互相的支援。前民进党主席杜英泰宣布日本新来台湾自由会正式成军，就伫咧副总统赖清德宣布参选后的过两天，杜英泰到日本东京和200外位台侨见面，现场包括前立委姚文智。那伫咧国外，赖清德嘛回到本命区台南，替国内头一个新来自由会峰会开幕起鼓。不过觉得好用吗？很好，这自动牵引。参加3C电器展览，明仔载赖清德地回到故乡。头一场活动会由赖清德主题兵立委林基景和台北市议员王敏生担任主持人，时到赖清德地亲身授旗。后日是来到宜兰举办，同一个时间点，两岸论述已经明确定调。接受提名的同时，赖清德强调，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唔免搁另外宣布独立。那过去预测台湾选战的日本政治学者小李袁先生的分析，赖清德对选举已经准备好势，要来抢头旗。赖副总统他坚持台湾的自由民主，台湾的主权地位，我们有保护自己的决心，也有追求和平的这个决心，所以我想这个立场应该讲得很清楚，相信会获得多数的选民的支持。他对赖副的这个演讲内容的解析非常的独到，也相当的正确。确实，赖副呢，他用事实上的一个角度来做出发，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描述，就如同对照于马英九去访中，蔡英文访美，一个走向独裁，一个选择民主，这个对照一般的清晰。那赖清德脚步徛真在，家囝嘛已经传好咧等，准备好联名口号，搁竞选文选的扛棒，准备要来拼输赢。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